府一向都提倡共用，所以咧喺公共房屋都會設置多項嘅措施啦，去幫助殘疾人士融入社區㗎。不過最近咧，我哋就發現一啲過渡性嘅房屋，無論係室內嘅配置，甚至係附近一啲無障礙嘅設施，都有不足嘅情況噃。今年33歲嘅視障人士廖太同先生住喺將軍澳呢個過渡性房屋已經半年多。咁我哋之前咧係住喺黃大仙嘅，同奶奶一齊住。結咗婚之後就搬咗出嚟呢度啦。咁社工就安排咗我哋住過嚟呢度咯。喺呢度咧最唔方便就係冇得明火煮嘢食，因為我已經係全失明噶嘛。咁明火對我嚟講咧係要聽聲啊。咁我一開個爐嘅時候咧，大家會知道突啲聲音噶嘛，同埋會感受到啲溫度啊，我就會知道哦開咗火啦，同埋個火開到幾大咯。咁呢度咧佢就只有可以用電磁爐，咁電磁爐對我嚟講咧，咁我手感又冇咁好啦，咁啲掣有啲係平嘅，咁我又唔知撳到啲咩掣，我又唔知啲火有冇加大加細啦，所以係好唔方便咯。廁所都冇乾濕分離咯。因為咧，我哋呢度廁所咧就得個浴室，咁有時沖涼係喺嗰度，廁所又喺嗰度，咁有時去完沖完涼之後咧，就地下會好跣咯。之前我同老公都有試過唔小心跣一跣咯。而附近嘅商場食肆就係廖太同先生不時光顧嘅地方。不過居所外嘅呢一條路對視障人士嚟講就絕對唔容易行啦。呢度行出去可能都已經慣咗啦，咁我行嘅時候我都係會好小心沿住埲牆嘅，因為有陣時好驚敲到人道門啦，人哋唔知發生咩事啦，所以要好小心翼翼咁行出去咯。要出去出邊嘅話咧，又會唔會有啲唔方便嘅地方咧？出邊咧就主要係冇引路徑啊，因為呢度行出去咧，我只可以靠沿住埲牆行。但係呢度出邊埲牆咧有好多條鐵柱，所以行嘅時候又要好小心喎。平時經過呢度會唔會有啲咩困難啊？呢度有陣時都有啲危險嘅，因為呢度咧係有單車徑噶嘛。其實我都有試過，有陣時經過呢度嘅時候咧，有啲單車都會喺呢度經過，我都行得好小心咯。如果真係有引路徑咧，我可以跟引路徑行咧，就真係方便好多嘅。呢度係咪必經㗎？係啊，地鐵站咯，我必須你要行到嗰條，聽到嗰邊聲音嘛。係啦，如果我行歪咗少少去嗰邊咧，我就會過唔到馬路㗎。即係除咗靠呢一個交通燈，其實引路徑都好重要。係啊，我一定會聽住嗰邊燈，我就會打到嗰個有個石屎㗎嘛，我就會企喺嗰邊等過馬路咯。香港失明人士互聯會總幹事表示，有會員反映指呢度由裏到外嘅規劃對視障朋友都唔算友善，阻礙到佢哋日常生活。我哋確實係發現咧，就係過渡性房屋咧，佢入邊嘅無障礙設施啦，包括引路徑啦，同埋周圍通往咧就係地鐵站、交通交匯處嘅引路徑啦，無障礙設施都係比較少啲。咁或多或少都係嘅一個問題嚟嘅。視障朋友佢都係冇辦法之下啦，咁嘅緊急嘅房屋需要啦，咁佢一定要搬，咁所以一定都係會暫時係居住喺呢啲過渡性房屋嘅。咁但係咧就話對於殘疾嘅朋友啦、視障嘅朋友咧，其實佢住一般有設施齊備嘅公屋，其實係安全好多嘅。其實呢度係設有3個無障礙嘅單位，但就只供屬於非短暫性於室內需要用輪椅活動嘅殘疾人士去申請。過渡性房屋缺少呢一個引路徑咧，係屬於單一嘅個案啦，定係其他地方都有㗎？其實唔係單一嘅個案嚟㗎。其實一般咧過渡性房屋裡面啦係有無障礙嘅單位，可能對於一啲輪椅人士嚟講咧係比較方便嘅。咁但係對於一啲失明人士嚟講咧，我睇過唔係淨係單一嘅過渡性房屋啦，其他好多過渡性房屋咧都係冇一個完整嘅引路徑或者一啲失明人士嘅設施嘅。呢方面咧我哋係理解嘅。即係始終呢個係臨時性質啦，但係亦都係係咪可以再增加多少少設施，可以方便翻一啲失明人士咧？以至其實我亦認為咧，面對呢個情況咧，房署同埋社署係更加應該要考慮翻，針對呢啲失明人士因需去安置啦，或者係酌情去處理嘅。房屋局局長早前就表示，過渡性房屋項目唔單止可以令到有需要嘅家庭
有更加好嘅生活環境。透過多元支援，亦都聯繫到居民同社區。佢同時間亦都期望呢一類型嘅民生工程可以因為優秀嘅設計同埋管理，成為特別有溫度嘅香港故事。只不過對廖太嚟講，引路徑唔知幾時會鋪，上樓安頓又未有定案，生活就係一個等字。而就算終有一日等到房署寄嚟嘅好消息，佢同先生又有另外一樣嘢需要擔心啦。過渡性房屋咧有期限啦，如果嚟緊又未上到樓嘅話，會唔會好唔踏實咧？覺得呢個感覺都係㗎，因為未上到樓呢度又只可以住到佢拆啦，咁我哋都唔知可以去邊度㗎其實。同埋喺呢度住咗半年啦，出邊嘅環境啊，過馬路啊，都已經用咗幾個月嘅時間去適應啦。咁如果上咗樓嘅話，如果都係同一區嘅話，就會比較安心啲咯，同埋唔使話再嘥啲時間去適應環境咯。房屋署喺編配公屋單位嘅時候，會考慮殘疾人士同埋長期病患者嘅需要，並且提供適當嘅協助。其實佢哋排緊嘅隊咧，同一般人排隊咧，其實係冇分別嘅。咁所以咧，佢哋要等公屋係等得好耐啦，所以迫於無奈咧，就暫時住一啲過渡性房屋先啦。咁未來嗰個公屋個編配上面，其實係咪可以考慮針對翻一啲失明人士或者有需要嘅人士，安排一個專門嘅隊伍俾佢哋排隊咧？其次咧，即使如果呢樣嘢係未必一時三刻可以處理到嘅，會唔會有一啲過渡性房屋係可以有比較完善嘅視障人士嘅設施咧？咁啊，等佢哋咧都可以中間適應比較容易啦。簡約公屋、過渡性房屋呢一類型嘅社會工程，一點一滴改變社會面貌。政府團隊亦都拼命提速加建公屋，以滿足市民嘅需要。對受惠者廖太嚟講，佢對自己嘅未來又有啲咩嘅期望呢？因為呢度始終佢又冇得煮嘢食啦，咁出去食嘢好貴噶嘛，咁我老公份人工就咩都冇晒噶啦。即係如果你生個 B 喺呢度，個 B 幾個月你就要煮粥啊、煲粥啊，都煲唔到。好多嘢係可以諗咯，喺呢度住嘅話，真係要個環境穩定晒，我先至夠膽去諗呢件事咯。負責管理嘅機構就回覆話，中心一直有與相關住戶探討可以如何優化項目嘅視障人士設施，並喺今年3月初已經完成相關設施嘅草圖。設施包括加強入口處嘅輔助引導徑。喺一個地靈人傑嘅地方，自然人才輩出。